签到的那个谱啊，大家再。你一个自我介绍啊。好，来第一位，你本人。乌龙餐，就是我本人。过来，好。第二位。来第二位。吴海安，好来第三位。来陈昭义。好，唔得咯。各位国小的同学，我叫曾兆义啊，这是阮卫生部的同学。好 ，OK， 赞啊，好，来过来。田山，李志伟。来。好 ，OK， 好，过来，再来。第五位邱富田。邱富田。我是英国小高教邱富田，现在是正白啊。那大家有需要要一百啊，再来阮兜。好，谢谢，OK， 来。陆维宙来。来，教授。哦，教授来。各位好哈，我是梁元忠，那个已经19届有钱啊，谢谢各位。好，谢谢。邱春良。邱春良。那很多老气啊，你来。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19届邱春良，大家多多指教。好，谢谢，好，下一位。曾金聪来。各位同学好，我的名字叫曾金聪，我们老师是萧金堂，所以请到我们这班的学生，谢谢老师。好，谢谢，下一位。邱少燕来。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咱19届邱兆燕我住伫这个行家三大店的家里，三大有限公司。做花边呢？时间都给再来啊！讲花边。好。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杨瑞麟。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咱19届杨瑞麟。今仔日非常欢喜，因为之前如讲其实咱这是第4届、第4次啦，因为咱已经过3摆去啊，这是第4摆，今日咱大家会将做伙这个机会是足少的。以后如果咱若讲要搁来招这个同学会，希望咱这同学大家能够踊跃，会当播出时间来参加，会当让我咱这个同学会愈圆满。好，谢谢。好，谢谢。陈来旺来。各位同学大家好哈，应该考试班在别我，我就是去应征考试考不了，第7年等于国校跟你同学，我足欢喜我乌龙汤同学吼，因为同学愈并无出来往。以后有安去有斗找我足欢喜的。来看这老朋友，大家身体健康无？多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来下一位。陈忠兴。今年也过来呀。今年不来，今年不来。各位同学，我陈忠清现在在做你东安现在我支持。好，谢谢。刘厚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刘厚长，我是因企业被打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好，谢谢。来，陈秋生。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秋生，其实我师专毕业以后，我从事教职14年，我回到永兴国小服务有32年，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我95年在永兴，也是在永兴退休，所以我退休已经10几年了，
现在一个人生活，不过我觉得自由自在欢迎大家有空的来找我，因为我现在没有事情可以做，你大概白天都可以找得到我。好，哇，赞，好，谢谢。再来杨德仪。各位同学大家好哈，我是咱19届少年评班杨德仪。今日来参加这个同学会，大家拢真欢喜。咱大家年岁丰富大家爱家己过好，才有爱事事变完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平安大赚钱。谢谢。好，谢谢。张耀伟。嘿，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姓张良，我住伫这个咱高云路的路口这样，大家若有时间，你过来我遐好，今日这个机会，咱19届我同这济人来讲大家再一会一下尤其是个我若对伊无讲，算机会做难得了，对吧？因为大家拢讲聚会吧，玩面子话，对吧？好啦好，感谢各位身体健康，家庭讲真当美果，感谢。好，谢谢，下一位。刘武丹。大家好咱是19届同事啦今日会来参加是足欢喜啦。我是邱牡丹啦，我住咧延平国小边仔遐，恁若要陪你来一杯谢谢。好，谢谢，下一位。再来朱一端。介绍我自我介绍，我是助理组。我今日来参加是非常欢喜。无简单，一个讲互阮同事大家听。55年同社会，爱去，真的，我就来。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各位同学，大家好，我49届杨凤妮，我在台北有机会来去的时候在家里喝茶，谢谢你。好，谢谢，下一位。陈明仁。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明仁，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下一位。再来张炳坤。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张炳坤。目前是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台中，约困日会倒来老厝遮后帮顶顶的，因为遮人真高。透早6点半起来去搭平去捡草，一个月无回来草比我种的菜较水，所以大部分拢会较济除了有特殊状况，这部分啥较无来，我大部分拢会谢谢各位。好，下一位。下一位刘华山。好了。哇，各位同学，19届同学，大家好，真无简单感谢吴龙丹同学替咱来召集这个第4次的咱19届同学会，非常的感谢。我是刘华山，我是毕业了后，我伫原年开电器行，华山电器行，应该大家有印象我即摆嘛拢退休我即摆现在是住喺埔心，大家若有时间再来找你好茶感谢各位，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希望大家介绍张胜美拍摄，OK。张立堂。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张继豪我即摆咧做球我住长尾地震路89号，有时间来好茶。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再来张树勋。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少妇人，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的本名叫詹树枝。如果你们想起来的话，我那个树枝的名字并不是很好听后来我再改名成詹树勋。这是我的贤内助。
在同学里面只有我当军人，我是空军上校副署长退休。我以前是唐辉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唐辉当了行政院院长，他离职之后，我就到汉翔航空去当经理。到了15年，满65岁的时候退休，又领了一笔劳保年金。目前住在云林仑背，非常欢迎各位，如果有路过云林，请4个电话，让我来尽一点绵薄之意。同学之情非常不简单，所以今天本来我们在台北有个占星中心会的大会，我应该去参加的，但是我没有去，我来我们同学这里，因为我第一次跟同学见面。各位还记得我这2个字？所以在路上，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有2个字。如果你看到我，你就会记得我，詹树勋，詹树勋。谢谢各位。好，谢谢，下一位。再来陈兰香，这里代表登来，然后你们代表登来。哦，不简单，不简单，来，感谢，感谢，来。大家好。哎，你麦克爱切给，爱切给。可能不切给。对，切给。大家好，我是陈兰香哈，我目前在台北传音啊，做阿嬷。大家哦，即摆这年纪就是要注重健康，家己身体上介重要哦，所以大家把身体顾养哦，安尼好好过个老年最好。好，难得感谢吴荣山，还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认识哈。好，谢谢大家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下一位。对，刘芳宪。是刘芳宪，我现在住在台中运动中心的斜对面，有空到那边运动的话，到我们家泡茶。谢谢各位。好，谢谢，下一位。再来张瑞兰。各位19岁同学，大家好，我是张瑞兰，旁边这个是我叶正部同学，我们2个夫妻都是中华电信工作，我已经退休，有碰到我们的有心的泡茶。来，我补充一下，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张瑞兰的太太，我姓洪。目前服务于永靖的中华电信，如果有需要业务或是什么的话，可以请我为你们服务。谢谢大家，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好，谢谢，下一位。再来张文成。大家好，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你好见面，我見見面都未見啊！我嘅評分嘅方向真係平安，我比其他我唔係嘅啊。这真难得了哈，大家呢50年没有见面，这次能够再见哈，真是很高兴，很高兴。人生几回能有此机会啊？转眼大家都基本上变老了，可能在见面就唔知，可能马上就见面那么唔知啊，所以我刚刚就珍惜这种机会，大家能够在一起哈。你们是话中华一，听一下就话讲中华一年过这5年，我感觉。有话一头是可能大人拢袂记啦，今天人袂记啦。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大到了，因为我小毕业了就我爸爸去到了基础所以阮就全家阮爸爸可能做那种请这一点所以比如到了，一定要注意欢迎进来到了，再来皇帝我住伫迄个到了迄个县长甲监理上的中午真好找啦你要来打电话。谢谢。好，谢谢。陈新志。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这个陈俊之，到伫迄个咱这个学班，我即摆呢经营一个我手工店，太平了呢，机会呢来让我们，谢谢各位。好，感谢，谢谢。开始叫参加部来竞赛。我翕一个团体照。你讲要先贴文啊？对，那就先贴。要先贴票。先贴比较好。
还讲有无？还有欠人无？啊，这报去，看报去。啊，这个啦。拍摄。来，做这赛要个一个。跟你同学杨双之，拍摄。哇，拍摄。对，啦，我们两个讲嘞。无要紧，阮这里讲。我很知吼，你参与去做一条手工艺，家己练咯，你若有时间来我参无，较好去通照，好，无水果通食。好，OK，好，谢谢。